国际新闻来关心以下停火谈判，即马拢无进展。以色列的军方4月初10，搁对加沙地区发动空袭。有早是哈马斯领袖的哈尼耶伊3个后生甲4个孙，这件代志嘛，互停火的谈判搁出现变数。互以军空袭的车辆是炸甲如苍苍，民众找到真侪具遗体，正是哈马斯领袖哈尼耶的3个后生甲4个孙，拢伫即摆事件遇害。到伫开斋节第一天，哈尼耶的后生开车到加沙中部夏提市甲亲友团圆，想袂到7名家人拢伫路上死亡。以军讲，哈尼耶的3个后生拢是哈马斯的军事官员，也毋过捌担任巴勒斯坦总理，无正是哈马斯政治局主席的哈尼耶，伫流亡地卡达知影消息了后，受气表示，这个美国未改变因要求永久停火决心，哈马斯也绝对袂投降。哈尼耶是主导以下停火谈判的重要人物，这个事件武器会使含义强弱的谈判更较歹解决。根据 CNN 的报道，当日协商的停火6礼拜方案，规划由哈马斯交出70名人质，交换以军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犯人。哈马斯方面已经表示，真歹做到引起外界烦恼，恐惊有更加侪人质已经伫炮火中罹难。那以军继续攻击加沙，也伫国际间面临愈来愈大压力，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解喙加谴责。I think what he's doing is a mistake. I don't agree with his approach. So what I'm calling for is for the Israelis to just call for a ceasefire, allow for the next 6-8 weeks total access to all food and medicine going into the country. 以下战火高达超过半年，已经伫加沙带走33000多条人命。根据以色列估计，哈马斯犹原有的129名人质中，有33人已经死亡。伫双方拢有坚持无法度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，这场战争犹原看不到进步。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。